消费购物节赞。生活商圈为了刺激民众消费买气，结合政府振兴五倍券，举办消费凭发票，也就是收据，就会当抽奖的活动。第一阶段大奖得主就是这位去五金行买手套所剩，幸运得到 iPad 一台。我刚好就是出去一个五金行买一个手套，然后就回来的时候刚好看到三花商圈粉丝团有这个活动，然后呢我就登录之后呢，结果过没多久他们就通知我说我得到了这个 iPad。对，所以大家多多出来消费购物这样子，所以你都有机会得到大奖。商圈这次抽奖活动准备了多项好礼要来销送，除了有电子商品以外，还有真侪礼券、商品抵用券等等，就等待着消费者家己来去收去。我们是三化商圈的八方园樱桃烤鸭庄，真的很开心这一次可以参加这一次消费购物节。那这是我们的主打商品是烤鸭潜艇堡，那它是用软式法国面包加上生菜，上面再铺上去骨鸭肉，那组合而成的一个比较新颖中西合并的产品。那通常也都是会在南科下午茶或者是上化在地的居民，他们都会很喜欢这样的产品。我们上花商圈现在搭配政府推出这个消费券的活动哈，那上花商圈它是属于一个很在地消费的商圈，那结合南科以一些农业做结合，所以我们这边有不管是你要传统的还是比较现代化的食衣住行的商店都非常多，那也有一些特色的景点，那欢迎各位大家有机会来上花这边参观。商圈已于1月份抽出得奖名单，那我们会继续在5月份抽出第二波的得奖名单。我们上花商圈总共有89家合作，希望大家能继续到各家店消费。抽奖活动也未结束，后一波的活动日期为即马开始，一直到5月1号为止。主办单位也将伫咧5月2号抽出第二波得奖名单。参加抽奖有可能后一位大奖得主就是你哦。另外，善化商圈嘛正欢迎善化区的店家会当踊跃参与协会，共同合作，这会带动善化区的经济发展。台南新闻张秀为黄义慈采访报道。